忘记了，请新娘子下轿。请新娘子下轿，请新娘子下轿。
此今万载西门水老，你让粮草掩在何方？粮草宛在东门马队，可有去将？句是这连的，速派人下山查明。大哥，咱家有个女子，你要去见大哥。什么女子？我见。大哥，她是今日的新娘子。什么？新娘睡了？大哥，何不叫她进来，让我们看？哎，大哥，让我们看看。良家女子闻讨这边，这位新娘子尽管上山来。来人！是，来人！瓦郎哪里？瓦郎！娘子，哎，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娘子，他等女子上山何日？为了真情，灭报逆君，爱人爱己，悔恨终生。哎呀，瓦郎，他们与你无冤无罪，你这个被害人呀！事情悔万年。
大王放我下山。什么？放你下山？是啊，大王。有生此番下山去，两件大事并办起。第一件原为山贼送粮草，第二件均为这家好兄啊。你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寡郎，万难夫妻无此意，娘子快去吧。大王，有生愿将娘子留在山寨作为臣色。据大王借他一股烈公所在的机会吧。杀官杀龙化招，难道大王敢当？来呀！有。福报恩，把草举夫有决心为南山中。曾见不何不快到多难点也罢，孤城自有孤城路，怎不为君天子地命。大公，山下有个樵夫。人家比他送信来的，带上。是，带上。见过大王，什么事？快讲。有位瓦公子去量我3两银子，命我让张继大王送一封邀请书信。暂且领下，大王快来。谢大王。
弟弟心中写些什么？快快与我念来。司礼大人靠天命，两件大事有责。臣这是他4年流，教化天性，遭受了。奉宗大王廖九章一纸休书作品责，无此地检测。怎么办？王弟弟，在速去后应挑选精兵，校长下山，准备接牢救人。是。李彦弟，速派人下山与王爷取得联络。赵彦弟，速速召集人马星夜上路，投为粮草。是。大夫。好，我即刻就去。三嫂，好好照看这位新娘子。哼，还照看什么？我快把新娘子先杀了，放下我新的之后，回来。原有的，再有主，怎可滥杀无辜？大哥，那华人家抛弃了这位新娘子，我们怎能再去害她？哎呀，你想想，三嫂
是怎样死里逃生，被点上三贼来的，还有众位姐妹。好弟弟，我们这些穷汉子虽苦，可女子比我们更苦啊！好了好了，我去就来。可是这位新娘子长期留在山中，总不是个办法吧？是啊。我倒有个主意。哦，什么主意？下修足，我诚心娶她也无妨。神色姻缘现世听，莫非我应该与他配鸳鸯？小姐，今天这场喜日，简直兄弟们做的主，我也是身不由己。既然是此，也只好是此了。哦，来，请福。你呀，你不要瞎的眼睛笑坤城，若自个堂堂好汉有名声，你把根草
为什么王儿也去无踪影？盼你早早回山林，举玉莲抱得清白里。不，我是请你喝酒啊！我宁愿死，也不负强你把我放你回去。你是什么？我放你回去。这是真的吗？前面的过而不定，捆绑不成夫妻。来呀，阿哥，你去命那教父，即刻带领这位小姐下山去吧。你休得多言。小姐，刚才之日也别狗血，你下山去吧。买，拿去。什么？这是你那王郎请我的凭证。玉莲，我的儿郎。可怜你讨起家计，终
你是谁？还是弟弟，女儿没有死呀！你玩我的？我的真的没有死？啊，弟弟，你来看。女儿不是好好的吗？儿啊，弟弟，儿啊！弟
什么？是强盗送你下山的？弟弟。这是真的吗？弟弟，父亲，你要听有脸作证呀！好，请吧就好，请吧就好。儿啊，儿啊。把那个野欢子藏在家中，冤情吧？徐太公，陈莲却不过鬼子之不可。你为何不去有月莲的好友？他你之所从，闯出山色，杀死雷锋。可是你来呀！将这个不管不洁的东西吊在祠堂门口，死守3天。儿啊！徐太公，大婶儿啊，你在领当北关月莲这祠堂嘛，就不必去了。徐太公，晚辈与瑶子相告。你与什么瑶子啊？我女儿她，月莲她死得光彩，死得好啊！我已曾包官府，要为她列贞洁拜访，我要造一座莲女庙。徐太公，我女儿她，你要明白，女儿死了，千好万好，这是大家为私，那可是我们丁家家族的祭祀大错。徐太公，徐太公。
感动日，终于前去舍不清。我啥子留下在位上月亮，怕只怕风声路，月亮它要做村林第二层。你可听见了？村里妹妹真是命苦。你这一回来，自保不知乎了。弟弟，快上祠堂向九太公说明真相去吧。已经晚了，什么也说不清了。儿啊，九太公以珍宝官府为你来征集拜访，去找烈女苗了。哦，弟弟，我不是烈女，不是烈女，我是神，我是我神神的神呀！为了保全丁家的清白名声，眼前只有一条路了。一条，你快跳进莲花湖，与你姐姐走完去吧。你与
为江暖，只盼故园结盟，谁弃了地为王？谁为求？为什么不愿在儿上祠堂？女儿我结把陆军的传承为幸福快得到谁犯错归谁刚当缺是王权是冤枉是孤岛不多不生自求怕为留下女儿，常欢喜前途。只有你也够亲人了，真傻的让你去死啊！我不曾自夜半更生，去找燕西瓦公子。女儿不去，为何不去？弟弟去不了你了，弟弟，你还是亲爸无辜的呀！这8字何事？你却是挑尽王后，也气不轻了。弟弟，事到如今，别无选择，你只能跳进莲花屋了。我不去，我不去。我不能去，你不愿去，这天一亮，什么都来不及了。弟弟，好了，定家死得清白名声，难非宝剑，全在你一人身上了。
弟弟，求你了。
亲，不亲。
我的女儿已经死了，她是你女，她是你女，她是你女。妹妹，你不能死，你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你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人比他死，鬼劝他生。
明暗写风言，言我修文多生言，今生有幸奉明君。恩爱多辛苦，你为我劝温暖情早饮，好一个贤妻良母也难做，请对我深深一拜表忠情。千里
麒麟。我与你命相依嘞，心相依呀，恨不能生生牵配，如夫夫人，今日朝堂之上，万岁颁下一篇文章，你们五百官用心所读，明日方要朝堂考答。请夫人指教吧。哪里？这小信人，老爷，这篇文章是后人所写。皇上普告了用的行人吏部侍郎张大人。这位张大人就靠此篇文章备受万岁恩宠，青云泽绕，威风得很呐！怎么，老爷，这篇文章乃是抄来的？抄来的？哈哈哈哈哈哈！堂堂吏部侍郎竟为去抄别人的文章，哈哈哈哈哈！老爷，当年我弟弟曾写下一篇得意之作《揭晓人》，可这篇《揭晓信人》只了一个信字，与我弟弟所写也是不差。你可看得准？看得准，记得起？记得起。不得，我看那位张大人总觉得有些面熟。去不想去，吏部侍郎张大人前来拜访。有请。有请。暂且未必。
请坐，请。张大人，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下官特地登门拜访将军。不敢当啊！今日令我拜客拜君，户口来，没想到三大王当了大将军。对吧？我们不是早就当过教导了？丁子将军神出神了，神出神！我可记得你不信早这，万有这篇揭晓行了。请将军多多指教。你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这文章是万岁御的钦点，尽管有人恶意攻击，请将军交出此人，我要当堂审问。要审，要审，要问，要问，有请夫人。哇，三妻，可怜，怎了？不，问了是夫人，夫人，夫人。恭喜你继承天下好人，大难的事。夫
连将军，你真的要上殿面君么？你害怕了？我害怕。你笑我我笑你们自己有罪不知罪，反拿别人去问罪。我们清清白白，后垂自由。请问殿将军，他是什么人？堂堂的将军夫人。不，他不是人，他是个早已死去的烈女。丁家所长风靡烈女，已在莲花府本朝其庙宇。你身为将军，竟将烈女进我上轿，当他放天。话问起，更有夜间，当今万岁已经越死越烈，为天下女子典范。若是今变高挂烈女庙前，你欺君罔上，该当何罪？夫人，夫人，夫人，常言道，与人为难，与己为难。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件事，你就看着办吧。你尽管倒打一耙，要下起我们来了。我且问你，当初是谁也是羞辱卞留莲走上了绝路？没有你，他会当什么烈女吗？万岁于此进变，不是你种下的红根吗？这件事我只为救命万岁而立。当年陷害了我的秀艳的，这笔血债你还得清吗？如今你又虚他文章，伪造本，欺君罔上，该当何罪？这个，哼，我倒要看看万岁爷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走，你与我一同上天面君。这要去，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好，且看若是谁是。万岁有旨，吏部侍郎华人杰阴谋列界混着朝拜，欺君罔上，贼官犯事。替将军报国有功，加官进爵，将军夫人蒙受委屈，龙心领命，于是玲珑八撇，黄金千两，以君外销。
启禀太师，田将军与夫人已到。有请将军夫人。拜见老太师。罢了，罢了。谢太师。将军夫人，老臣要恭喜你喽！多谢万岁圣恩，太师哎。免礼，免礼。将军夫人一路辛苦了，先请一旁谢谢。老臣与李将军与军购他日相招。遵命。太师，星夜到此，不知有何调遣？太师，严将军，你夫人与华人前哪张案子，老子万岁敬退两难哦。万岁不是已经颁旨两案了吗？不，此案废了。怎么？你想想，现朝立国为君，兴亡沦为你问，可是万岁封了个礼部侍郎，是个假的。御史敬帝封了个烈女，又是个假的。太师，实是采阳开去，满朝文武，必有非也。进口女也曾家娃，与我王子分不清，怎能自高安邦，平天下？太师，莫将丢胆多问。3日万岁平了家案冤案，不是更得民心了吗？不，自古至今，只有成民之故，哪有君皇之仇？太师，万岁为了此案，他找老臣进宫面试，才拿定了旨意，才下了2句话来。哪2句？华人间不可不知。这烈女苗不能不报。太师，来呀！为了报子皇上君必成为，报子烈女苗前去相护。万岁才让老臣送来御酒一壶。太师，你去夫人下去。我这场风波就这样悄悄地一了罢了。太师，有点凶暴不服，快不太师，你要上天灭军！太师，君要成事，臣不得不死。再到万岁面前相公祭报，金口一开，绝不是血。太师，国家大人，岂可不
去，儿女齐堂。我不与多言，才给抗子埋满堂来。
相堂前。
我怎么愿子